嗨，大家好，我是坦皮树。今天是2025年8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中国恒大在香港退市已经有5天了。国内的恒大集团呢，是吧？它的子公司也在有序按部就班的进行破产清算。恒大似乎走上了它的命运的尽头但是恒大捅下了这个窟窿，恒大留下的巨额债务，还有很多的烂尾楼，却让无数债权人还有业主无数个家庭陷入绝境。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系统的介绍了这个恒大退市他所留下的债务，他这个介绍也比较有意思，这是对整个恒大的一个回顾大家看视频。恒大已经退市，许皮带拒绝披露资产，留下的债务怎么办？2025年8月25日，恒大正式退市。对于无数债权人而言，注定是难以入眠的时刻。今天8月27号，恒大已经摘牌退市2天，这个曾经的宇宙第一房企也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雪上加霜的是，根据彭博社报道，许家印仍拒绝披露资产，此举加剧了与债权人的紧张关系，并给清盘人带来更大挑战。说白了，就是许皮带为了保护他老婆和 N 个孩子，死猪不怕开水烫，宁愿牺牲他自己，也要保住全家的奢靡生活。但恒大留下的巨额债务和烂尾楼，却让无数债权人和业主陷入绝境。恒大总负债高达恐怖的 2.44万亿，相当于我国房地产行业2023年总利润4500亿的 5.4倍。侦探里奥查询到，恒大暴雷时直接留下了162万套烂尾楼，波及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中烂尾数量主要分布在河南、江苏、广东、河北4大省，其中广东157个，江苏115个，四川85个，其中河南郑州作为重灾区，烂尾率高达1/3，30多个项目直接停滞。恒大无数的烂尾楼留给了地方一地鸡毛。在地方主导的保交楼政策推动下，部分停滞项目得以复工并顺利交付，但仍有大量烂尾楼未能复工，因为地方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可能给恒大无底线的兜底。保交楼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用有限的资金覆盖尽量多的项目，让尽可能多的业主早日住进新房。基于这一原则，保交楼的资金重点放在1、2线省会城市，尤其是那些完工率高、处于市中心的楼盘，因为它们价值更高，收尾成本也更低，所以3、4线城市或偏远郊区的烂尾楼很难被照顾到。像河南新乡的恒大玉呼天下，是全国烂尾楼之王。恒大只建了孤零零的一道大门，项目荒草丛生。更离谱的是，这个楼盘虽然只有一个大门，但房子已经卖掉了2/3。如果地方要出手相救，需要从零开始建房子，这个成本是地方无法承受之重。即便有保交楼政策的全力支持，恒大烂尾楼的数量依旧高企，可怜的业主没有房子住，却背上了30年的沉重房贷，只能艰难前行，拼命打工偿还债务。但恒大留下的坑远不止烂尾楼，他还欠下了2万多亿的债。这些债主主要有3大来源，包括境内外的银行、供应商和个人投资者。其中银行作为大型金融机构，具备超强的化债能力。真正被恒大坑惨了的，主要是它的上下游供应商和个人投资者。恒大上下游的供应商和承包商很多都是中小企业，被恒大拖欠了巨额的应付账款，资金周转陷入困境，很多都面临倒闭的风险。到目前为止，恒大拖欠的商票负债累计已超过5000亿。南通3建、合肥建工、广田股份、金螳螂装饰等一批企业因此被直接拖垮。在暴雷之前，恒大财富发行了大量面向员工的个人理财产品进行融资。侦探里奥有朋友在恒大入职过，他说领导逼员工买恒大自己的理财产品，不买的通通自理。2021年，恒大深陷流动性危机，恒大财富于当年9月暴雷，逾期无法兑付。许皮带当场向员工承诺，我许家印可以一无所有，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绝不能一无所有。随后恒大财富出具了3种兑付方案，艰难维持了一段时间兑付，直到弹尽粮绝，最终在2023年8月31日宣布无法兑付。截至目前，其未兑付的本息合计已超过340亿，涉及近10万投资人。由于这笔资金性质上属于投资款，意味着血本无归。2017年11月，苏宁战略投资恒大地产200亿现金，被卷入债务危机，
迟迟未还的200亿债务成为压垮苏宁的最后一根稻草。恒大欠银行的债务更为庞大，不仅涉及国内银行，还包括多家海外银行。随着恒大退市，这些债务几乎不可能还上，因为随着房价腰斩，恒大项目本身的价值也大幅缩水。恒大退市后，原本寄希望的债转股路径也彻底破裂。至于恒驰汽车，已经彻底沦为一家僵尸企业。在恒大暴雷后，许皮带忙着通过技术性离婚、海外信托等手段转移资产，始终将家族利益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当无数债权人和烂尾楼业主欲哭无泪时，他的前妻丁玉梅女士正在海外花着业主和供应商的血汗钱，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丁玉梅在伦敦买了33套公寓，总价50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4.8亿。虽然香港院子已经冻结丁玉梅海外600亿港元资产，但她每月的生活费依旧高达18.6万元，过着神仙般的悠闲生活。恒大虽已退市，但他留下的时代创伤仍深深刺痛着每一位被卷入烂尾洪流的业主。他把烂尾楼留给了业主，把债务留给了银行，把财富留给了前妻，把缝纫机留给了自己。恒大暴雷的时候啊，直接留下162万套烂尾楼，波及人口超过500万。这个烂尾楼数量主要分布在河南、江苏、广东、河北这4个大省。广东是157个，江苏115个，四川85个，河南郑州啊是成了重灾区，烂尾率高达1/3，30多个项目直接停滞。视频最后说啊，许家印把财产给了前妻，把缝纫机啊留给了自己，往后余生啊恐怕以缝纫机作伴。缝纫机啊蹲得飞起啊！我在很久以前说过啊，这个许老板纯粹是想不开啊，这些所谓的纸面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实际上他藏也藏不住。如果他的债权人仅仅是国内的韭菜，那他还能藏得住，对吧？他在国外藏到一个什么地方，子孙后代可以用他2辈子。但是他的债权人偏偏还有美元债，这个债权人也就是他的债权人遍布全球。那这些人，人家可是有的是办法，有的是法律的武器，无穷尽的追索，什么时候追到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来。也就是许家印的这个子孙后代，即便在海外藏匿了巨额财产，也是见不得光。只要被发现，马上还要执行。他跟这个国内的什么，对吧？出问题的官员或者是什么润出去的，把那巨额不明财产整到国外还不一样。我们总说啊，这个恒大这么大一窟窿，那总得买单呢？谁买单呢？实际上大家都要买单。那些买了烂尾楼的，他是直接买单，他是直接受冲击；那些应收账款要不回来的供应商，他也是直接受冲击。有些银行贷款是直接受冲击。那我们呢？我们是受间接冲击，但是最终也是受影响，也要买单。第二波买单的是房地产的上下游，做跟房地产相关工作的，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仔还是牛马都一样，多少都要买单了。有人说我房子也没买，我刚毕业，那你现在就是在买单，对吧？有人是直接买单，所以痛啊来得直接一点，咱们是间接买单，所以不知不觉。最近这个房地产行业一些大佬啊，通过不同的场合也在评论这个楼市啊。你比如说这个贝壳控股的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徐涛啊，他在这个半年报这个发布会上说啊，因为贝壳平台大家知道吧，那他掌握着大量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啊，所以他这个数据啊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意义。他说啊，自2025年7月起，房地产市场加速下探，其中二手房交易量每月环比下跌大约5%，价格环比跌幅达到1.5%，就是环比啊，就是这个月比上个月又跌了1.5%。你要这么下去的话，我们假设啊，这全年每个月的环比下跌1.5%，那全年就是下跌18%呀，什么概念？乘以12嘛。新房认购量每月环比下降25%，这是新房认购量。这个徐涛说啊，2025年上半年全国住房成交总额平稳，先扬后抑，就是开年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后面就不行了，分化加剧。徐涛称啊，
一季度楼市延续了2024年末的修复态势，但二季度交易量和价格都明显承压。渠道称，当前业主调价景气指数、经纪人信心指数等需求前瞻指标均位于低位，政策效果减弱，季节性调整等因素使市场动能下滑，价格下跌预期持续强化，制约了市场修复。总之啊，这个徐涛说的意思就是7月开始啊，这个房地产加速下探，这个也符合咱们这个节目经常说的。很多人不喜欢啊，老说咱们唱空，那但是数据就是这个数据啊，加速下探，结合北京、上海最近出台的救市措施，这个实际上让很多房吹，让很多炒房的人信心呢受打击，希望落空，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加剧啊下半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不稳。这些炒房的很有可能啊受不了，报复性的出货，你看谁跑得快啊？这个龙湖的董事会主席陈旭平，他也说啊，针对当下楼市基本面的判断，陈旭平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分析称，短期市场走势受政策影响显著，但中长期仍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韧性啊。他后面说了一大堆关于龙湖的这个经营状况啊。龙湖是目前啊为数不多的民营房企里面好像还赚钱的，到现在还没爆雷的，也算是个奇葩呀，是个奇迹啊。那他这说的就非常委婉，对吧？你看他前面说啊，短期市场走势受政策影响显著，但是转折啊，中长期仍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韧性。那也就是说，他的意思，短期这个走势啊堪忧，但是中长期我还是看好。中长期是多长时间呢？所以说的比较委婉。我们再看看这个上海的豪宅市场，网上有这个媒体说啊，这个说王思聪啊，当然这都是传言啊，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他在黄浦区淮海中路的叫凯德茂名公馆，这不是那个别墅嘛，是吧？房产证面积406平，2015年买入8500万，就10年前买的啊。这个房子的钱是7300万，再加1200万的装修费，那这不是豪宅吗？妥妥的啊。后面自己又花了1000多万进行装修升级，那就整个的是9300万。去年3月，就2024年3月份呢，挂牌，对吧？王思聪不是去日本了吗？把上海的房子卖掉，当时挂牌价是1.05亿，结果半年以后啊，无人问津，只好把价格调到8000万，直接就砍掉2500万啊！8000万那就比他自己花在这个房子上的钱已经啊损失了1500万，关键又没卖掉啊！据说8月份啊，就是1年以后啊，2025年8月份又调价到6100万，就是再降2000万，还是没有卖掉。那这个淮海中路那肯定是核心区啊，而且是豪宅，这个也符合咱们的判断啊。这个新房日光，对吧？7000万、8000万的就被人抢完了，但是一到你手上，它就变二手，你再卖，对不起，就不是那个意思了。所以那些想炒豪宅的恐怕都得赔钱。根据网上传王思聪的这套豪宅，那它的价格已经跌到2010年了，对吧？他2015年是8500万买的，现在6100万，那早就到2010年了嘛，跌到15年前了，这是豪宅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个例子，咱也知道这个上海的豪宅到底是什么情况，对吧？昨天那个经济观察报说了，上海的豪宅实际上区划并不理想，所以导致很多开发商拿了这个地王之后啊，现在纷纷申请延迟开盘。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新闻来看一看啊，这上海的豪宅到底底色是什么？这个九派新闻啊，今天报道他说，上海千万豪宅月租车位高达1800元，千万豪宅月租车位1800元，业主发声吃相难看。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前滩百合园和黄浦区的绿城外滩兰亭锦兰小区，我也不知道这俩小区是什么档次的啊，总之人家说是豪宅。说随着业主逐渐入住，停车不再免费，而售卖车位的事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开发商还在地下车库尚未售卖的车位上装上了地锁，也就是那个车位空着也不让你停，对吧？你就得花钱停，要么买啊！这让不少购买了千万豪宅的业主大喊吃不消，直呼吃相难看。记者了解到，前滩百合园小区有236户业主，停车位则有700个，购买车位的均价大约40万元。据业主测算，目前已卖掉40%车位，而月租车位按照买房时的合同约定，月租高达1800元。
业主朱先生认为，39个临停车位根本不够业主停，而且15元每小时的临停收费也堪比 CBD 高档商务楼。与前滩百合园做法不同的是，在绿城外滩兰亭、锦兰小区，开发商想出了新招，月租车位分批开放，首批20个业主群内秒杀，也就让你们抢啊！其实这首批20个月租车位单价也不低，每月2000元。但那些没有抢到月租车位的业主，如果不买产权车位，就只能接受单价更高的临时停车收费方案。记者联系了绿城华东品牌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2个楼盘产权车位定价和停车收费标准都合法合规。就在播出前，记者收到绿城地产方面的最新反馈，经黄埔浦东房管部门审批，2个小区未售车位全部开放用于租赁，所有地所不拆也不启用。什么意思啊？我听了半天，反正就是这些买了豪宅的业主啊，嫌这个车位贵，月租2000一个月贵，40万一个车位贵。你想，你买了这个豪宅和这40万买个车位贵吗？对吧？你都买了豪宅，那和这一个月2000块钱停车费停不起吗？一年不才2万4吗？你想，你那是豪宅啊。所以说啊，我不知道这2个小区那个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啊？这至少说明很多这个买豪宅的人是不是也是勒紧裤腰带买的，省吃俭用买豪宅，那何苦呢？对吧？这个我是理解不了的啊。对吧？我认为买豪宅的人都是路过售楼处啊，突然发现这房子还不错，跟自己想象中的房子挺接近的，所以一冲动就买了，对吧？就跟买菜一样，而不是深思熟虑，在那儿精打细算，我这个月多少钱，下个月还多少，完了跟谁借点，不够再贷款。你那买豪宅干啥呢？那不是遭罪吗？对吧？这就跟那买豪车一样的，买个好点的车，生怕被剐了，生怕蹭着了，放手上怕飞了，对吧？含嘴里怕化了，那不就为其所累嘛？所以我怀疑啊，高度怀疑很多买豪宅的是不是打算炒房啊，或者是根本就不够，对吧？那个实力买豪宅，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以为抄到底了。看一看王思聪那个豪宅吧，这个6100万还卖不掉，你再降就是腰斩了啊，对吧？他那房子前后也9500万花进去了，如果你那房要跌到5000万，那不是就是腰斩吗？核心区豪宅腰斩，找谁说理？买了豪宅的业主为一个月2000块钱停车费在那较劲，这不是闲得慌吗？能买豪宅的业主，按理来说那时间就是金钱呢，对吧？一个小时耽误他1个小时，耽误他多少钱呢？一个月才2000呢，对吧？少洗2次脚就行了。这个深圳啊，又有一家装修公司爆雷啊！8月26日晚间，一份叫深圳海大装饰致员工的通知在网络流传。通知显示啊，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经营，停止发放相关补偿待遇。次日，董事长高峰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确认消息属实，并表示，虽然公司已处置资产，但资金缺口依旧巨大。这个海大装饰啊，可不是一般的装修公司啊，这个在深圳业内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深圳华侨城一家建材店负责人小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啊，我在深圳从事建材销售和装修工人相关工作已有20多年，海大装饰在业内很有名气，如今写字楼空置率高，几乎没有新增客户，这几年不少装修公司接连倒闭，海大最终也没能抵过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海大装饰成立于1992年，总部位于深圳，长期承接房地产精装修以及商业空间工程，合作对象包括万科碧桂园、雅居乐、卓越、长实、武汉旭辉等知名房企。那它为什么倒闭呢？实际上就是它是被应收账款拖累。2023年起，海大装饰公司因合作房企资金危机导致工程款难以回收，银行贷款出现大规模逾期，曾试图通过股权转让自救，但未能成功。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个2025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呢。这个海大装饰就是因为应收账款收不回来，银行的贷款他要还，这也是为什么说恒大暴雷，谁在买单呢？海大装饰就是买单的，把自己买破产了。说到写字楼啊，今天网上流传一个北京商务办公写字楼出租市场情况这么一个报告。报告说啊，写字楼市场租金尚未见底，25年中期北京市甲级写字楼市场的平均租金为222元每平米每月，
较上年同期下降21%，比去年7月份啊，这租金降这么厉害，降了1/5啊，对吧？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讲过吧，我北京的房子租金直接砍掉1/3，这写字楼直接降1/5，就差不多啊，同病相怜呢。如果与疫情前的2018年中期相比，那北京的写字楼啊已经降了44%，也快腰斩了。反映疫情前后的这几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的价格处于深度下跌状态，租金水平几近腰斩。如果仅仅看啊北京的 CBD 区域，也就是国贸那一带啊，那一带我比较熟悉啊，25年中期租金水平约为252元每平米每月，较北京市整体高出30元每平米每月。与疫情前的2018年中期对比，就是 CBD 啊，租金也下跌了37%。在当前市场新租需求疲弱环境下，业主积极挽留楼内优质客户。目前，业主为租户续租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租金折扣以及免租期。部分业主还通过在续约合同中附加免费车位等条款，以吸引租户原址续租。租金为什么下降呢？就是供大于求呗，也就是现在创业的没有了或者少了，还在存续的企业是不是在缩减规模，对吧？能裁人就裁人了，裁了人他工位就富裕啊。本来他要租1000平米的，他现在只要700了，那300他就得退掉，对吧？你不给他退，人家换地方了。所以我为什么关注这个写字楼市场呢？因为写字楼市场实际上反映的是就业，对吧？如果写字楼市场稳住了，租金还在涨，对吧？控制率在下降，那就说明就业就好了，就业好了，反过来就说明楼市啊有可能要稳住了，这就这么个逻辑啊。但是你看啊，无论是写字楼市场还是住宅，租金都在下降。这个你要说见底，那还太早了，人口对吧，仍然在流出啊，没有就业机会啊。所以我说这个下半年楼市恐怕会更加令人担忧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